启示录第3章。你着写批予撒狄的教会的天使讲：有上帝的7个神甲7粒星，迄位安尼讲：我知你的所做，人讲你伫活，其实是死，着醒起来，加强得要无去的气势啊！因为我看，伫我的上帝面前，你的所做还无完全，所以着记得你所领受、所听到的，着遵守，着悔改。你若无醒起来，我会亲像贼来，你一定毋知我什么时会来到你遐。毋过，伫撒狄还有一寡人，因的衫无拍拉衫，因为穿白衫甲我做伙行，因为因会堪得胜的人。上款会穿白衫，我一定袂对活命册甲伊除名。我会伫我的爸甲伊遐的天使面前公开认伊的名。有耳孔的人，拢着听圣神甲遮的教会讲的话。你着写批，互腓拉铁非的教会的天使讲：圣洁搁真实，将握大笔的锁匙。开就无人会当关，关就无人会当开。迄位安尼讲，我知你的所做。你看，我已经伫你的面前，甲你开一个门，是无人会当关的。我知你简单有淡薄气力，却有守我的道理，毋捌否认我的名。你看，撒旦的集团。因自称犹太人，其实毋是，是遐个讲白贼的。你看，我要互因来拍伫你的骹前，因就知我有听你，因为你有遵守我的道理，吞忍到落尾。我嘛要保守你脱离迄个试炼的时，这个时得要临到全世界，来考验住伫地上的人。我念边到，你所有的着坚守，才免有人甲你的花冠摕去。得胜的人，我要互伊成做我的上帝殿内的挑，伊永远袂阁离开。我要将我的上帝的名，以及我的上帝的城，就是对天顶我的上帝遐降落新的耶路撒冷的名，甲我新的名。拢写伫伊顶面，有耳孔的人，拢着听圣神甲遮的教会讲的话。你着写批，互老底嘉的教会的天使讲：迄位阿免忠信佮真实的见证人，上帝创造的君源安尼讲：我知你的所做，你无烧无冷，我较爱你看是烧还是冷。既然你若论烧，毋正烧，毋正冷，我得要对我的喙甲你配出去，因为你讲我好业已经大发财，拢无欠客，你却毋知你悲惨、可怜、散赤、失明，佮赤身裸体。我劝你对我买经过血锻炼的金，通互你好业，佮买白的衫去穿。才免互人看到你烫体的见笑，嘛买药膏来抹你的目睭，互你袂看见。我所疼的人，我拢甲因责备甲管教，所以着热心，着反悔。你看，我已经徛伫门外伫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开门的人，我要入去找伊。甲伊做伙食饭，伊嘛甲我做伙食。得胜的人，我要互伊甲我做伙坐伫我的宝座，亲像我已经得胜，甲我的爸做伙坐伫伊的宝座。有耳孔的人，拢着听圣神甲遮的教会讲的话。